家好，我係 Yes Connect Program 嘅負責人葉天。今日咧好榮幸嚟到香港第一個綠色宜居城市創科論壇2024裏面咧，邀請到咧其中一位 ESG 生態圈裏面嘅參與機構 Circle Home 嘅 Raymond。Hello，Raymond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企業嘅有啲咩 ESG 嘅舉措喎。咁其實近年啦，我哋接觸到好多新投資係交流，咁同埋咧，其實就係環保污染物處理喺水入邊嘅除草劑啊，又或者農藥啊。其實咧，我哋咧就希望輪到以前大家去過水嘅時候，可能過年之外咧，其實咧而家嘅新嘅業務 MSF 嚟緊咧，係可以過濾到嘅交流或者二十年後嘅問題。其實對我哋嘅日常嘅人啦，又或者係一啲叫做日常喺度其實都會有嗰一個心軟或者好睇唔到嘅現實，咁例如而家其實就會可能，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改善嘅去為佢安排問題。因為其實我哋前喺ESG 顏知識咧都有分享一個咧。就係咧一啲我哋會飲一瓶裝水，因為出街冇睇啦，咁就會咧其實同學咧，我哋其實都咧飲咗啲微量嘅塑膠咧入生態裏面，而呢啲微量嘅塑膠咧，其實咧就影響到我哋身體嘅內分泌啦、神經啦，呢啲即係唔講都唔知嘅，所以其實 Raymond 咧係做緊一個業餘嘅嘢嘅。咁係啦，其實嚟緊會有啲乜嘢發展方向啦，會繼續可能協助我哋香港或者本地國家繼續喺社區推動呢個可持續發展。我哋希望就係可以做更多 IoT 嘅應用，因為其實做我哋一個行業咧，嗰個管理係出嚟嘅，即係例如我哋做一啲廠商，佢哋嘅用飲用水嘅周嘅生活嘅周期，通常係個嘅手續，可能有10年嘅經驗，我做更加會令到個管理有翻咗更多嘅資源得到優勢。甚至令到時間都交對。Thank you.